國造創水南海巡科佇咧優化調整期間，國民黨立委馬文君所提案，要甲後續的調減預算119.5億甲併起來，引起眾人議論。經過遐濟屆測試，海巡科即擺已經算出來，我個認為可能是要來進行時間較長的深海航測。啊，那專家是認為，測過到創水南應該是會當樂觀看待。國造江南原型南海巡號完成設備調校了後，自5早起為大船大塢刷到91號碼頭，進行完成抽雷射擊驗證。外界預估船期高機率會進入過暝內航測試，檢驗長時間創水時電力使用、衛生設備穩定度、甲人員的運作情形。這麼多的人擠在那麼小的鋼殼之內有些的潛艦官士兵他搞不好就患有身心症狀。那第二的話，其實你人員能夠忍受這個壓力但是我們要看說他吃的夠不夠用的夠不夠。但國民表示，實際測試內容除了大船家己講，若無干能可推測，對大船要拼樹的高難是樂觀看待。不過因為還無完成所有海測項目，國民黨立委馬文君等人提案，行動嘅後續南今年度建造預算119億外，各立委質疑進行對比採購66架 F-16V 的新式戰機特別條例，期限佇今年底到期，不過9月才會交一架，其他65架恐計延前。F-16V 今年不可能交期吧，部長？今年9月會開始交機，但是今年不可能交期吧，對不對？依照產能來看是沒辦法，不可能嘛。如果說到這個年底沒辦法完全交機的話，在預算面向我們會辦理保留。立委羅淑寶提起辦理預算保留無問題，不過愛成就立法院通過修法電源條例結束時間，今年1月回歸新編的3 F-16V 也分析人甲即馬烏阿送到美國也無解讀出來。立委關心國軍即馬購改的 F-16V 什麼時陣才能自動轟動的系統全部完成？在今年7月份軟體會上機，在9月份之後，我們硬體的部分就會逐步逐步來到位。全案結束的話是在117年。美軍發展出來是 for 他們的機種所使用因為我們的機種呢算是比較舊的構型你要裝去可以，要做系統整合。國防部表示，咱即賣 F-16V 是類比式回槽系統，離整合愛較長時間。空軍新買66架 F-16V，原機道標配，無追加安裝的問題。記者綜合報道。